你们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有不一样的节奏感，你们可以到 7-Eleven 的冰箱选取一些精神性的饮料，你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这样的效果。刚刚我唱的那个海龟啊，其实是一个河洛人，叫阿央，然后他有1/8的客家血统，然后他出生长大的那个部落，前面是阿美族，后面是布农族，然后他是很少数的汉族，就从小上小学啊，就是不是阿美族，要不然就是布农族，然后一起念书这样。他一直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唱歌的人，因为有很多阿美族、很多布农族，他觉得他自己是完全，全世界最糟的那一个。后来他参加了我跟拉布，就是我们在台东做了音乐的创作营，他就写了惊为天人的作品，这个海龟，我觉得是。我自己非常的感动。虽然他用的字很简单，就没有音乐的传统，我的歌声只有2-3句，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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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我自己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朋友的真实的情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很好的技巧。可他就很真实的感动我。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拥有太多很好的技巧，都可以把美丽的沙滩、大罐水泥盖大饭店。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这么富丽堂皇的，我的眼睛看到那么大的饭店，我没有办法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很恶心。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沙滩变成这样？我们小的时候游泳的时候，三元海水浴场是长满了那个马鞍藤，就是植物虽然在沙滩上，它还是有生命力的。绿蜥龟会来产卵，然后绿蜥龟游出去以后，它10年后还会回来。现在没有办法，它找不到回来的地方。50年呢？我们所有人民拥有的三元海水浴场，我们台东人唯一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游泳的沙滩，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游泳安全的沙滩，就这样50年，1个月6公顷的一个海湾哦，1个月不到，只要3万块，50年。然后这个地方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怎么会这样？这么奇怪，这是什么世界？怎么会这样？你们可以念台大，应该比较聪明嘛？有没有人要来试着了解一下，或者是试着说明一下？可能也不用到很会考试念台大才会懂。我觉得到底要赚多少钱才会够？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东管处、台东县政府，你们把阿美族的传统领域拿去就是 BOT 给财团。请问三元海水浴场是你们的吗？是你东管处的吗？是。反正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嘛，就是先把法定一定有没有就说是了。哦。因为中华民国后来就来到台湾了嘛，然后刚好日本就战败了嘛，蒋介石就接收了嘛，然后就沿用了日本殖民台湾的土地政策，然后就变成中华民国的了耶。这样好像又搞严肃了，我刚好不容易轻松一点。可是
可是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你们有去过资本温泉的，请举手。有很多太好了太好了。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洗的是野溪温泉，就是你带锄头就可以洗温泉了，你不用带钱哦。后来饭店就一间一间盖了，30年以后，就是你们现在去的资本温泉的样子。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房子的，就是山、溪谷，然后有看到很多用就是随便捡起来的小树枝、木条、然后绑一绑、搭一搭，盖那个反正就盖一个小公寮。然后带一个锅子，就可以在那里生活很多天。因为那时候啊，说老人家多泡温泉，骨头会强壮，这样，就很多老人家都在那里泡温泉。你看现在30年后的资本就是这样，很多饭店，然后已经没有人敢去带锄头去挖了，因为就是所有饭店排出来的废水都要经过以前我们泡野溪温泉的那个小溪流，资本溪这样。可是现在哦，我42岁了，我的孩子12岁。30年后，我的孩子来到我的年纪的时候，现在整个东海岸就会变成我的资本经验，会盖38个，可能有游乐场啊、饭店啊，各式各样的，有的没有的。这样，然后政府公部门巴不得财团进去建设，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他们一餐饭这边，你们在大台北，你们的排骨面只要65块，他们那么多钱，他们一餐要吃10碗吗？650块，他吃得了10碗吗？所以到底要那么多钱是要干嘛？买房子？可是有很多房子啦，为什么还要那么多房子？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子，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来唱一点有希望一点的歌好，因为你们都是我们的希望，你们，对啊，要给你们加油，不要一直吓你们。啊？有没有要点歌？这有什么希望？这是失恋的呢。旅行的意义。你一定是看那个的 ，YouTube 上面的，对不对？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有唱《旅行的意义》？并没有，不行。你已经发言太多次，你不能再发言了。泥娃娃，我唱泥娃娃会让你们有希望的感觉吗？你快乐我快乐，流浪记会吗？不会，会哭。爱，嗯哼。太平洋的风。哦，太平洋的风。小米。这条毛巾是我们的好朋友叫马耀比后，他在1月14号要当选做立委。中间这一条是我们台东的伙伴们，就是反美丽湾，我们的好朋友建为巴黎设计的一个，希望可以大卖的反美丽湾商品，因为希望可以持续的被更多人注意，花东开发的可怕的事情一直偷偷摸摸的一直在发生。
然后有，好，不要再讲这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们的故乡，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可怕的恶灵和废料，要放在我们台东县达仁乡那边。应该最快明年大选完以后就会开始，原能会就会开始要弄公投的事情，就是全台湾人，其实是很多重工业制造，就是他们用很多的。